另外，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罗西亚总统普京4月28宣布，为着要纪念苏联打赢二战80周年，5月初8至初10这当中呢，是会暂停来攻击乌克兰。因为乌克兰是表示讲，若准你要停火，就应该爱来真的，唔通为着要纪念游行才来停火。俄罗斯总统普京28在圣彼得堡来发表演说，宣布和乌克兰的战争伫5月初8到初10停火3天，这嘛是罗西亚年度的胜利日庆祝活动。基辅质疑讲，既然要停火3天，啥若无爱随停火至少30天，安尼嘛较好替将来的外交谈判来铺路。Зараз от знову чергова спроба маніпуляцій. Чомусь всі повинні чекати 8 травня. 对普京雄雄宣布，会当看出罗西亚敢若对和平同款是有兴趣的，但是这看到乌克兰和欧洲盟友的眼来是有争议的，嘛是美国总统川普当在拍拼，但是感觉愈来愈恶杂的部分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罗西亚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27敲电话，表示讲，即嘛是需要结束战争。迄当阵就表示讲，川普希望的是罗西亚和乌克兰永久停火。President has made it clear he wants to see a permanent ceasefire first to stop the killing. While he remains optimistic, both leaders need to come to the table. 克里姆林宫表示讲，到时庆祝活动，普京会邀请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国际领导人来参与。这段期间内，所有的军事行动拢会暂停，而且相信乌克兰嘛会做甲到。若是俄方无遵守，陆军就会有充分和有效的回应。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。